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7月17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20到37节。历代志上卷15章第1节到第2节，16章第4节到13节，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看见。如果袂当看见，实在是一个非常无方便的代志。我毋知咱会记得上帝怎样来改变使徒保罗吗？就是互伊对会通看见，一百年久一时就变做看袂到，所以伊来改变。这个对一个原本真看会到，佮真有视力的人来讲，忽然间失去这种基本的视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打击伤害。那亲像美国的军人伫战场，伊若失去迄个双腿还是讲伊会受伤，必须要讲截肢安尼时阵伊就会叫送倒转去，袂当伫前线真侪人对安尼就失去迄个求生意志。有的人伊会想办法。增加脚加手努力来复健，想要恢复某一种程度的行动能力。无数一位朋友是伫美国某一个城市的特警队就是 SWAT team。因为伊迄一年，因为伊参加一个这个街头的庆典，甲这个野青的歹徒对战的中间。去互歹徒的枪支弹着受伤，听讲伊的伤势真重，骨头、筋肉拢受到袂细的伤害。但是经过真长的时间的医疗复健，渐渐伊会通无搁需要这个助行器来行路。毋但安尼尔，伊去努力，因为伊一个目标，约着伫这个2年外以后，听讲伊不但复健、行路，佮体能，伊就佮重新去登记报考，接受考试，再度呢通过这个考试，受接纳，成做一个特警队的一员。这是非常非常无简单对牧师来讲，看见伊的这个过程。真正是伊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啦这非常无简单今日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记载一位住伫耶利哥附近的青面的人，伊拢坐伫迄个路边咧共讨食。对当初时来讲，目睭看袂到，实在是一个真大的困难。因为不但当初时无好的社会福利的照顾，也无好的教育系统来帮助因。这个看袂到，等于是会失去生活基本能力，然后只有会当讨食过一世人。当伊听到伊的周边的人拢伫迄个所在真叫惨的时，伊就来问讲发生什么代志？有人就甲讲，迄个拿撒勒耶稣要经过遮。伊听到人甲讲拿撒勒耶稣要经过遮，伊就大声欢喜讲台北的囝耶稣可怜我吧。虽然伊真大声来欢喜，但是边的人却责备伊讲叫他安静，因为当初时社会来讲，因是极弱势的一群人对这段的短短记载，咱有几项代志要来做思考的。第一个，虽然伊看袂到，但是上帝毋但是手术目睭尔，还佫有其他的能力。所以对伊来讲，听是一个真重要的人。咱应该拢知影眼盲像目睭看袂到这朋友，通常因的耳孔拢真赖这位圣经记载的青面同款，伊听无问题所以伊听。
第二就是伊听到了后的反应，伊就是开始问啦吼。可能会感觉讲，我毋知是毋是安尼，但是有一寡人可能，我即摆人群遮尔大群吼，咧讨食介好啊，所以就点佫继续咧讨食。但是伊问啦吼，如果伊有听到却无反应，无进一步去问，伊就失去机会啦。伊有听到，伊有问，过来安那，伊个进一步大声来喊有求救。咱来看觅，圣经讲有人因叫伊莫出声，表示伊的喊有是足大声吼，甚至来赢过当场这群众的声音。不但安尼，伊被禁止了吼，伊喊了更较大声，表达讲伊迄种的态度是更较进一步积极。第四就是讲，伊看到梦啦吼。那么对伊甲即个证人问讲啥物代志，人家讲拿撒勒耶稣经过遮，伊就化休代笔的囝耶稣可怜我。这啥物意思？对人的眼光来看，伊即部普通的拿撒勒耶稣尔。但是对这青的人来看，伊听到拿撒勒耶稣的名，伊看见梦，所以伊就化休。这是真大的差别咯吼。然后伊直直应允啦吼。耶稣听见了就吩咐人将伊带来伊到面头前，就问伊讲：你要爱我做啥吼？即个伊就回答啦吼，讲主啊，我要会当看见。耶稣就甲伊讲：你即马就看见啊，因为你的信心救了你。这是真互咱通看见的一个信心的功课。过来，伊就看见啊，伊的咱来讲肉体的视力会当看见，但是呢，咱要去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伫即位肉体顶悬看袂到的人，其实伊的视力比周边所有的看会到的人更较好。咱拄则讲诶，当伊听见耶稣拿撒勒耶稣，伊就看见代笔的囝，迄个黄梦。其他的人是看到耶稣，就是耶稣就无黄梦啦吼。这是足无共款的性命啦吼。咱伫头前所记的迄个教会兄弟，虽然伊的骹呢，因为公务伊的职务来受伤，但是伊却是一个看见黄梦的人。不但安尼，伊阁努力来复健。伫一边的人可能会甲伊苦劝啦吼，你著安尼好好啊养病啦吼，以后你著坐办公室啦，反正警察局会你照顾，退休了吼，领退休金吼，过日子就好啊吼。但是对伊来讲，伊却是因为看见迄个人看袂到的黄梦，所以伊真努力伫遐做伊的复健、体能的训练吼。伫即个阶段，牧师甲伊讲做是甲迄个看袂到的人遐化休啦吼，真努力咧化休吼。大家禁止伊搁较努力吼，所以伊真努力，搁加上呢，上帝医治的恩典。伊不但身体恢复，伊阁一摆会通加入伫即个特警队。伫即两个人的中间的心情，我拢看到因得到恩典了后，对上帝献上俄勒感谢，归荣光予上帝。这事实是证明，因是迄种看到上帝恩典，并且愿意归荣光予上帝的一个人。咱搁倒转来看大笔，伫咱这段时间拢咧讲着大笔约柜的代志，大笔统治这个以色列国的代志，伊真明白家己的成就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无论是当因有去载运约柜啦，或者是讲约柜要进城的时阵啦，
代笔拢大大来献上俄勒感谢上帝，因为安那，因为代笔伫遮个做个代志顶悬，伊看见上帝的恩典，伊无食堪伊家己，无归功互伊家己。伊讲，恁着爱感谢上帝，宣扬伊的伟大，着爱万国来述伊的即个作为吼。恁着爱唱歌学乐伊，爱讲伊奇妙的作为事。恁爱荣耀伊的圣名，愿所有追求上帝的人拢欢喜。来上帝一求帮赞，爱时常敬拜伊。上帝罗卜雅各的后裔啊，伊所竞选以色列的子孙啊，恁着记得伊奇妙的作为，着爱记得伊施行的审判。对安尼，咱知影，代表是真正看见上帝的恩典。不但安尼，伊阁愿意学乐来归荣光予上帝。